家家有好生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泽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韵韵。嘿，泽伟，你啷讲哦？讲乜嘅？你节目啊，瑞为巨星，家家户户都知哦。哎呦，你伫个做？哎呦，都很熟诶。那拢讲时代哈，某在行的巨星哦，承受不起。你讲主持安叫啊，懂什么？懂得雄心。陈妈妈哈，王妈妈，记得都很爱客家嘅金城武。哎，怎么有很多哈？不错哦，蛮有兴爱听，看到爱听要讲到哎，我们家家有好时每天见面，你当然会觉得说会感动啊，没关系，很多人羡慕你，唔怕，真嘅唔怕，好冇？什么？跟爱老你讲，好，来他，青岛人也羡慕你。你话讲？因为记得讲，应用做得到客家全智贤叫他主持节目，啊，有冇？哦，你也感动，这很棒，就很棒。你知道要回应人家的时候，就是某妈发后悔就很棒，加油好吗？我们一起加油。会啦，有蛮兴啦。唔配人个啷讲，最近哦有一个客家小甜甜，客家小甜甜啊，小甜甜的吧？你讲开演唱会，taxi， 哎，穿动多钱？好，哎，某按多钱都在呛小甜甜布兰妮啊。唔嘿，我啷讲，个小甜甜喊哈厉害，会唱会跳会打算盘会打天哦，会客家话。哎呦，客家小甜甜。哎，给唐玉儿出表演，外国嘅小甜甜布兰妮喊他呛哦。当然哦，抢佢出来，好啊，滚唔看。哦，给出麻烦，呢，客家，全智贤有，麻烦你抢给出来，好吗？好，金城武看清楚哦。好来，个客家小甜甜，Jenny 大。来第一题啦，有一个女孩叫甜甜。各位先生好，韩国最奖的英英老师好，你好，各位全国的乡亲朋友大家好，哎，小甜甜你好，我是面圆圆的令狗，哦，令狗这啦，跟人家都错唔错的哦，应该，还有最流行的那个怪耶爱跳舞，怪耶爱跳舞，两位跟着我一起来好吗？好吧，好，来双手。一杯青蛙，你觉得金城武做这样好吗？请 key 上金城武的脸，拜托。好了，为了节目的收视率，我们就牺牲一下，一杯杯起。是。乖也乖也爱跳舞，一身枪三副。哎呦，好嘞，走嘞，金城武不太适合做这件事。是，我刚才是很帅气的把它做完。是。您真是太牺牲了。奇怪啊，大概看到人就心情当好呢。你果然是又阳哦，你果然是小甜甜。哎呀，心梦线上。我同房音听你来，你刚刚讲说我个推黑尾的。会害羞，不会害羞。我知道你在金城武旁边一定会害羞。因为看到两位这么一个帅，一个漂亮，没有你都是我的偶像，可是都没有你甜。对，而且你那么等一下。新闻。哎，最近的某还嘛该？校园巡演。哎呦，校园，就是我们有创作了一些客家童谣，校园来巡演。出唱家嘅属歌曲嘛，怪也爱跳舞。要去幼儿园啊，还有国小、读社哦，看下好客家话。有比较活泼的方式，用创作的客家童谣，然后去吸引孩子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唱跳学客语。中业为讲客家话，韩国这个能量满满，慢来去推广，要把能量来大家以后是好好做，其他料理问大家，好冇？好了，先做嘛个问大家先。黑色料理，哎呦喂，木色料理，这个很反差吧？很甜有没有？然后非常奶的时候，木色料理，然后感觉不到有什么东西，怎么用木色料理？还木色的那味？这个木色呢，我要用香草界的一批黑马植物，叫做鱼腥草。什么？客家话叫做狗点泥。来的。哎，先生有说过，唔讲来你阿伯吼，一出
干嘛？云南，云南做客他乡的，我会记。来拢讲，假味当到鱼腥草，记得都上色，因为佢讲做得推火，做得清毒解热。我食下去，我真见吃到嘅当厉害。因为就鱼腥草的厉害，因为佢后背甘甜味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吓到说，原来这个草的能量有这么大。是，而且这位老师的皮肤超好。哎呦，怎么好意思？我们2个要多吃一点。没有，不敢。糖贡小甜甜带来的上段。哦，我带的是上段。双团。好，吃上段就够了，药效就够了。我觉得都是鱼呀。你可许下半段还要继续繁殖使用，所以不能斩草除根。我今日糖起来应该去做糖咯，好，开始来做，谁来做乜嘅？那我们先煮水，水滚呢，先煮水。好，水滚呢，好，水滚呢，两边鱼腥草，鱼腥草，好，鱼腥草，让你怀念起做客的感觉了吗？尹老师也闻一下味道。他已经闻很久了。这一根要留下来，种嘛，给你回家种。我可以回家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去其家，就把它丢下去，然后滚烫个3、4分钟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捞起来。要不要盖盖子？要。好，盖起来。3、4分钟以后看，因为龙太太讲，因为给它掀它虫，9點半哈，掀它虫。故說講冇煮研究，煮嘢叫佢發給咪踢蟲誒，會蓋過其他的食材。好，還有啲9點半懂 TPT 房黑，它其實在夏天其實可以驅蚊蟲。对，就是你只要把叶片，新鲜的叶片把它剁碎之后，用1:50比例，就是水50倍。然后呢，放在那个有喷气的、有喷枪的，对你也可以喷，就是像是植物啊有长秸可避，它也可以杀菌用，或者是被蚊虫咬伤，就是有红肿肿的，对，点一下。但是你要忍受身上都是鱼腥味。鱼腥草，梅头摸到头皮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的那个。我们先把红枣，好，我需要剪刀，剪刀，因为红枣整颗味道没有办法，需要你剪开来哈，很快的你入味。客家話有哈厲害冇？你個要，先兩講啦，真嘅有啊，佢啲啷個比賽時間係冇按啲嘅客家話哈，講我按章，我講到按好啦，要不要幫你？要慢慢進步啦，因為我幫忙你嘛。好啊，我讓幫忙回來，你切我知道你冇麻力，小甜甜通常都沒什麼力。我愛切姜絲，好，你切姜絲哈，小心哦。因為平常上班的地方都冇人做得講下。哦，真嘅咯，跟人家主業嘅工作喺哪裡？喺中途學校。哦，中途學校。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學校單位？安置中輟生。哦，跟你笨蛋的號碼該。我是生活應用科學系，我是學姐耶。啊，是學姐。哎呦，怎麼這樣子？那我今天可以聽學姐唱3歌嗎？太好了。我想聽老3歌。我也好久沒有聽了，唱一句就好。我差點忘了要繼續動手。但是我讓你講，因為從羅山夠啊，要很大的呼吸跟換氣。不瞞你說，我皮到嘅魚腥草9點2嘅梅頭咧，我撈佢撩起來嘛。哦，知道。長豆嘞。那我們聊天聊下去，可能。好，你用筷子還是用湯匙？有沒有撈的？有。把它撈起來就可以了。那有碗嗎？還是你曬乾給你帶回去？有的哦。好，你切的部分都切好哎哈。好，來幫來。好。好，我的紅棗也幫你剪好了。乾草撈風棗。好。先不用撈起。你家嘅你用叫點木哈？沒錯吧哈？魚腥草已經煮完了。叫點米哈。那等下等希望天絲雞哈，做啲批豆米絲，所以感受到它的威力哈。給兩像什麼耶？不需要了，因為那個養分都已經在湯裡了。好，撒好了那種嘛該。撒好了煎。哦，煎牛。好。對，開火。有嗎？所以要有定油。今天給這位老師服務，不要這樣說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真的。其實雖然講你家當到開玩笑嘅時間吼，唔講係當感通嘅係，我記得於擺啲啷個大魚團比賽嘅時節，啲講中嘛，愛學客家話，愛學客家歌，所以就講一遍嘛，本太家啲。因為我從小是談媽媽從山歌，
谁西街这个客厅啊，嘿，客厅小时啊，妈妈都得该连从3个，该时间爱起头冻操，冻草，起头都糖是给得该从嘛改，然后起头冻操啊，用然后这嘛会从啊，唔过台咧，你经验又开始接触到英语客家文化以后，是起到英语文化是非常不错的，也需要英语这一台来一起努力让文化传承下去。所以是慢慢开始接触英语客家歌曲啊，韩国传统的客家歌，然后其实我妈妈佢俩行冇错，佢人唔是thành功嘅唱歌，不過佢頭擺佢當希望，因為我冇看兩隻姐都會唱山歌，都唱下去比賽，是我冇接觸到客家歌曲，冇聽人佢好，所以佢賽事嘅時間，當希望我嘛做咧唱客家歌曲。古時候嘅心係當感唔同，其實味道媽媽。活動社。好，太對了。就味道媽媽做的唱山歌比就。出愛唱山歌俾媽媽彈，出第一天是給頭前來比賽，給心愛知道佢表現得當好，因為他那時候已經不在乎名次，他最重要是要彌補心中那一點點的小遺憾。朱龍媽媽講：媽媽，我哋哈去到了舞台當杯，也許成績不是很好。可是我很感動，那一集我。老師，我下次好好努力。不會，冇，後擺佢比都當好哦，佢後擺真係有進步當到。係，我要看啊，佢唱唱跳跳，當地一下啊。佢唱唱跳跳的很可愛，而且我覺得我這樣是朱龍講，媽媽還有看到的發給聽得懂感同。其實我嘛係讓佢間接幫他完成，他一直就很想上電視台。有拿媽媽的相片給媽媽，是到處比賽得冠軍的那種哎，而且他超愛比賽的。好，你看家嘅課下睇到誒，講嘛編出米西嘅哈，出愛龍。這道菜呢，嘛係阿妹也炒，阿妹教我嘅。因為我陕西街炒下熱天啊，很容易中暑。熱凍，所以我爸爸都會熱天嘅時間會鋪嗆醋湯，然後媽媽在給我煮了這道湯給我吃，這樣子，就哈消暑雨露補到身體，安養很好。嘿，好，那我們肉片可以下去了，我用筷子，好，我要淑女一點。好，我們挑的這個火鍋肉片就可以了哈。對。當然會，而且要帶一點肥油哦。為什麼？不然我會調罐味。哦，會調仔哈，會調 step。媽媽講的要聽。好，等下扁的時間，依依來幫我們甜甜擦個汗。哦，沒關係。來，我自己的。因為畢竟甜甜在外面的形象都很不錯。乖耶，幹嘛該？老闆耶。等一下，我們再玩。好，先認真煮好了。好，因為不是太專業。沒有，我是業餘的。我特別講吼，啲家家有好些節目地方都看到係最簡單的料理，唔過最難的感情之外，咪知道特別龍太下講，最簡單的料理唔是加太多的東西，出嚟最後是最健康的。哦，所以我非常感謝客家電視台幫我哋個機會來煮兩道菜，因為這道菜呢，是我從小非常喜歡媽媽做的，是媽媽的味道哈。對，也讓我想起媽媽的溫度這樣子。你看，你都一直在好久沒有吃到媽媽煮的。對啊，你看你都一直在實現媽媽的願望，也許媽媽也看着你在這邊做着，你對她。就是他對你曾經愛的料理，然後你用這道菜來想念媽媽，我覺得很棒啊。是啊。好，給出電給譜，係嗎？對。好，那我們的肉要煸到差不多。蓋子應該可以再打開，應該可以打開來。好。我們的肉就是把它整個反白就可以。好，因為我們還要丟進去煮，對不對？融合。好。煮滾就可以了。我們還是要做個樣子，不是說沒有，這真是有香氣的，老師你看，可以，真的是有香氣的。有，然後那種姜嘛，好，那個去腥之後，那個肉的香味出來了，還有加鹽哦。好，還要一點米酒。好，你要先米酒還是鹽呢？先鹽。好，一點點就可以了。夠不夠？OK， 可以了。好，米酒。我們真的是養生料。是。好。蜜酒，我用這1湯匙先試試看，好不好？
炝锅，对不对？不用试，这位老师没问题的。不敢不好意思。好，安尼做的哈。炝锅以后呢，龙酒的米丝煮体有料酒的香气，哈。好，安尼做的嘞，要标到底摆肚皮，系冇？嘿。好，你要拿出了这张标，还吃加标？吃加标。吃加标哈，生意哦，小心小心，慢慢的。好，龙家边后的肉还有姜嘛，哈。待会给它滚热就可以了。好，滚熟制作的熟的，系冇？好，我们熄火。好，这边要填盖嘛。接下来枸杞。好，柑橘哈，火必胎。好，我用汤匙。好，因为要注重卫生。嘿，有泡过水嘛？有哈，泡过水。古时候讲有泡过水，还有冇煮安酒哦，不甜面哈。1分钟之后就可以。哦，1分钟。熄火。好，填盖也爱嘛？好。要盖盖子吗？不用，不用哈。谢谢。你要试喝吗？在试喝之前，依依老师要先唱老山歌。一直 Q 他唱老山歌。因为我妈妈超喜欢听老山歌。哎呦，把妈妈搬出来怎么办？认当系你外来 Andy 传统舞来唱啊，传统系啊。好啦，那个挑战很高啊。等下分你准批，好冇？好。差不多1分钟好诶，哈。好。来，装起来哈。好。好，加滚1分钟诶。Andy 的黑色料理，你要盛盘，龙珠肉，还有底巴肚的面。哦，我好好奇哦，这个很简单。你来云南美食节，有试过按呢类似的料理，不过别煮法它冇中药哈，它没有放那么多中药的药材。是的。就是很单纯哈。哇。这个很清新，很简单，然后在热甜的时节，清热解毒，哈，好，不用上去，安尼好呀，好可爱哦，来，丢起来好吗？要讲什么？唔爱。好，安尼丢好吗？好，好来，龙太家讲，哎，小甜甜要呛太家说的很马街，黑色料理，木森料理。脑哈，其他腔调哎，好，还有那个那苦瓜的颗粒调大一点，去安抚。给浓的给面哈，不用带哈。谢谢。调油，不要调油，调油就唔得调香，再加这个水，哎，差不多5:1。接下来很重要的红糖。里面要吃色的标，你知道用吃色的标吗？里面糖比较容易焦化，好，够它 C 这味，然后它除了上色之外，它比较不会焦掉。黑色料理啊，倒好去干梅头呢？先喝汤，先痛。神灵汤啊，怎么样？有半音？东香啊，很香哎。系啊。因为底摆是咧安尼同肉啊，先炒过哎，在煮进汤里，我以为会很油冇，不会油，好吃的。韩国就该叫妈系让牛改改东香改梅头啦，清香的味道。对，反而有野姜花的味道。你每天我见到炒炒啊，我就是都该肉改改。一点点的那种肉的焦香味。其实我吃到喺香港煮下久的，做的用排骨，也用鸡肉做的。做的。好，尽量是这样。而且呢，也天冻写好。清凉退火。清凉。对，养颜美容。火气很大。不是，养颜美容啦。养颜美容啊。因为 Annie 都係表演嘅人呐，從啱做廣告上市 Annie 係表演一些乳甜，你睇又來，係。和表演下了一些凍甜美食節，相信是冇買了。不過呢，有凍藥，你係心乜解？這個時候就要苦中作樂。你好會哦，苦中作樂，就是再怎麼不開心，都要想要快樂的部分，對不對？要怎麼樂？怎麼苦中作樂？做菜啊？
嘿，现在看来做马高人都苦，你这样真的有让我苦中作乐。其实带你去就好了。我觉得苦中作乐一下。看到俩西导师哈，就好当初来以前的好表演课的时间，老师讲，苦中要带笑，笑中带泪，泪中又要有一点冲突的感觉，苦中作乐。没错，复杂哦。阴盛苦短，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啊，因为人生都要有苦、有甜、有酸，那才叫人生嘛。如果都一直苦、一直甜、一直笑，那也很无聊。没错。好，给苦中作乐都带，给你几家新冠都有嘛事哦。哎，俩个时期，其实俩上聊你嘛是俺妈妈创下主公来写，就是俺跳白鬼中的时节创下为上跳哦。你问题还蛮多的，一下中暑，一下长痘啊，青春期啦，因为俺长不大，看我的身高。慢，哎，所以什么叫小而美？哦，是小而漂亮，又好欢喜嘞。所以呢，俺妈妈意思要伏卦，伏卦清凉退火，然后它在料理的最后呢，它再加上一点碰通。蜂蜜对，碰通，然后让你觉得虽然有一点苦，但是吃了那个加了碰通之后呢，会比较让你开心，所以呢，这道菜就叫苦中作乐。原来。然后最重要是养肤美容。嘿，来，看下来做哈，当然副瓜，好，一天要准批，好，我们跟大家好奇讲，副瓜用蛮煮，这是凉拌菜吗？一半，对，算一半，凉一半，就是苦瓜，先把它切成块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汤匙把籽去掉。大概照你弄妈妈讲哈，煮出搞呢差不多有7850边，体香太假，唔当是副瓜你弄哈，请他枪得位哈，还有嘛该那苦瓜的颗粒挑大一点，这么安抚，因为我每次都耳提面命，然后我们怕妈妈又忘记，隔壁的张妈妈又来问哲伟了，说：“赵薇啊，嘎嘎，以后是都蒙搞俺用把你套副瓜，底下有搞张妈妈有糖豆嘛什么？”好，那我们的苦瓜就是切成块状。好，切成块状。对，好太豆。好，给开火的哈，感觉你应该是要去煎它。对，干煎的话干煎成金黄色。所以要有油吗？要。好。既然都讲，妈妈本你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吃这个清凉退火、解热、解痘痘、去痘痘的话，拿破没有超级秘方里面想。好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后来皮肤就是一直以来大家觉得我皮肤很好吗？怎么办？是化妆师的功，没有啦，听着这样。法重视功劳。没啦，我爱讲黑阿婆定爱青春期的时节，国中我也是长很多痘痘，然后呢，你用嘛该。你用副瓜水煮的，譬如说，你是副瓜水，它挑那种很绿的山苦瓜，煮副瓜水，不要加任何调味，放凉以后拿来洗脸。告诉你非常有用哦，这是哲伟的偏方，送给你。当然，你如果觉得我是客家版的牛耳老师，我也很愿意为您服务。好，我等下转意思来起口。正经，其实不只是青春期，其实因为它就是洗干净啦，然后那个它可以清热解毒，也可以敷脸。真的。讲到安用东西来去看哦。对，苦瓜也是非常清凉退火、退佛。好，给浓的给面哈，不用带哈。谢谢。因为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啦。超。对呀，所以但讲起青春期啊，什么期都可以吃苦瓜。葱花是，为了我们皮肤而这样的意思。跟你说，当地摆都走的是。跟你说不用给本音剪好我来切片的东西，好吗？走的。好，因为要用太火呀，师傅。他是调火。在调嘛。因为你刚才比剪到软，还有点差。有点金黄色的。两面都把它煎成金黄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用黄椒搭配的黄椒跟这个红椒，是的，它也有很丰富的维他命。我们把它切成丁状。好，
因为它是配角。哎，你听生肉讲到，你阿姐也当为创购啊，记得肉是比水果吗？谁是这肉？哦，两下都冇虫嘞。啊，结果记得肉好多店都冇虫嘞，还你冇好诶，因两下都你两自己创。系啊。希望韩白走得到英英老师好散购。哦，哎呦，啊，我爱动牌神客家小甜甜呢。萌。西欧给世界来出重山购，这个好听哦，是不是？哲伟老师是不是？最喜欢听哲伟老师的讲评了。真的，只想听我讲评，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带给每一位歌手有很丰富的收获。哇，好感动哦！真的，我讲的话你真的有在听呢。真的，只是一时改不了。冇啦，重要的係功力有。我同大家講，譬如講比賽也好，也係講人生的經驗也好，那一定要自己去親身經歷啊。是啊。配音講只是一種參考，只是人家告訴你一個方向，但講人生的方向幾個一起嘛，不然出來讓你東西，哎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變成羅英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變成小甜甜，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變成牛兒老師。哎呦，说对嘛？英英老师，多厉害，动赞。好，龙的副管哈，剪到量没有你插插的哈，拿起来嘛。哎，好，没啦。到底要不要拿起来？还不要啦。哎，你还蛮厉害的。先加酱油。你在家有练哈？有练哈？昨天晚上有稍微复习一下功课。哦，今日来表嘛该。跳油。不要跳油，跳油就唔得调烘，再加这个水，哎，差不多5:1比例，对。所以酱油是，然后现在呢，酱油是1，水是5或6都 OK， 看个人的口味。然后我们加一点下去，好，这提味。哎呦，有厉害哦！对呀。看见谁两只他们翻锅哦。哎呦，那个阿宾狗，高硬哦。没有常常看到阿宾狗在翻。哎呦，在看我们节目哦。家有好食，金牌节目也挺爱看。怎么了？没有动感同，没有，还是要惊讶一下，因为就不好意思，总是要点反应嘛。来不给他助声，你都夸奖我，我总不能说对呀，不能这样。我说啊，开什么玩笑？明年最佳金钟奖节目主持人就是2位。不要说出来，我们很低调的。哦。但是我的衣服都准备好了。制作人呢？制作人呢？怎么办？人家工作人员快笑到肚子痛了。他们有笑吗？其实走红毯的是我们的制作人，还有导播。我可以帮英英老师拉群尾。好，哎，那剪哦，有点叉叉，还加跳油的哈。接下来好，很重要的蓬头。碰通，哎，在碰头以前哈，我龙太跟他讲的嘿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你要先学。没有，用铜匙，里面要吃色的标，你知道用吃色的标吗？因为糖比较容易焦化，好，放它色的位，吃色的标，然后它除了上色之外，它比较不会焦掉。这个时候呢，火真的是要很小，对，要很小。谢谢哲伟老师。不会，提醒。毕竟你都说我果然是金钟主持人。金钟节目，真的，我们一定要把料理好好的把它完成。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哎。金钟的制作人，金钟的节目，有拍到我的嘴角笑到这边吗？这快贴耳了。哎呀，贴耳。好，要叫给把它放进去。凤椒还有。这是非常养颜美容的一道菜，又简单，尤其是你上班都冇慳啊，係啊，下班以後當家是走在料理走紅，走在血盆內。好，把它熄火了，好，搅均匀就可以了。好，非常简单，会冲點蛋，好。好，他听慢慢的哈。因为我怕你拉不动，来。果然是金钟节目，服务特别好。结果一放手，2个都放手。这就是默契。有看出这个有重量的吗？没有，这是默契。有看出这个锅子是有重量。没关系啦，你人小志气大。谢谢。
会冲感起来。后来整理一下哈。最后一定要整形一下，美容一下，美化一下，对不对？你给睫毛啦、摆盘动作了。虽然我们技术不怎么样，没有，乱讲。至少家里啊有阳台，发丑都走在那里。你很阳台中的出超的啦，哇，好，所以。苦中作乐，苦中作乐。我们刚刚有没有苦中作乐？非常好，没有，我们刚刚非常快乐。娱乐还有娱乐啊。对，这个就是为金钟节目特别制作的。你不要这样讲，如果没有入围，你要负责。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哈。好啦，龙太阿公，欢乐之中嘛，不管是苦还是乐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很开心。龙太阿公的呛太卡是嘞，马干。苦中作乐，哈哈哈。什锦炒饭的馆台哈，我们的食材都切都全部一致，咱没怎么炒太熟哈，嫩的感觉就了去了。还有盐炒，按你好像加水哦，不是啦哈，炒泡不是加水。用调油调油膏可以中和一下我们比较咸的咸猪肉。哎呀，苦中作乐。哦，你怎么都没有叫我一起做？敷挂。好。爱地。养颜美容。好。用杯。又车咁行出来，我吃到夾捧糖，喺洞里可以就抵靠。有又起动呀，皮肤变 Q 弹毛。更 Q 弹。香港啊，我感覺嗬，雖然可能江湖嘅人，然後嘅係弄啊刮下槍的，不過我喺廚房呢一套料理做唔得刮下槍。哎呦，因為基礎係絕梗係碰湯，所以基礎係糊糊。英英老師好厲害哦耶！是嗎？果然吃得很快樂，快點，各位老師，好快樂，好快樂。我是金城武，你怎麼這樣子？哦，是，我還是可以做，好快樂。哎呦，好累。哎呦，弄輪椅啦。這樣呢好咧，我剛剛講苦中作樂。我吃到啊，你要有長時龍富甜不用甜，好，所以有一種無樂不作的感覺。哎呦，無樂不作。無樂不作，你想到嘛啥？當天是紅的，地是暖的，誰？這樣我知道了。誰？讓愛通享戴家的。代辦成，讓我們歡迎客家界的分成，代班主廚。原來係你個 rock 主廚啦。對，來攏講 rock 主廚超會嘛，因為家令狗姐姐給帶來係家常料理，你有乜個料理係細細時間影響到陳客的嗎？因為細時間提從食的係媽媽炒飯。媽媽炒飯哦，我講家常炒飯哦。就聽起來就是很家常，有嘛特別的名的嘛。雜不囉嗦，什錦家常炒。哎呦，不要囉嗦，趕快看。搶到按有態度的主廚了，我大半都懂講，不過又覺得很想要親近他，解釋一下，乜個人都雜不囉嗦，什錦家常炒飯。因為細時間啊，爸爸媽媽做生意都無閒，變相又買是拿來炒。愛心不是囉嗦，是有東西你是炒嘞。有哦，有這態度哦。你還沒當爸爸哈？還嗎？我認識他。真的假的？你有玩認識嘞？大戴。你有去該少年之家送過。哦，中途學校。他是我的社團老師。哦，老師好。任老師。還在牛老師。是，好，可是好。還是來打亂。你們倆就負責笑，好，真的大了哈。不怕變熊圈有。嘿，
我吃到主厨准备的东西真运动吼，因为你客家平常地边，就譬如讲啊，牺牲阿婆看带，一天要用乜个？烟囱，还有我卡后院种嘞，玻璃菜，还有乜个？精神要留为干条，花瓜，还有乜个？鹹豬肉，好棒哦！还有香菇，香菇，加龍潤吼，大必山，你愛切的係高麗菜，大概切切的，迄唔免想講加小甜甜來啊，佢哋做嘅家常料理，免想講，我卡有嘛東西做嚟做啊。系啊，你要炒款是系冻简单的。主厨当中是咩？他把冰箱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可能客家味里味客家食材，做成一道菜，我觉得很有妈妈的感觉。韩國其實我感覺兩套菜好，另外一個好處就係咧聲音會減少，哦，冇喊到為時咧煮乜計算乜計，哦，蒙出要讀時候咧，哦，我觉得你好像要把气出在你兒子身上。哎呀，沒被人發現哦。小甜甜怎么那我可以指都不說話？定下次那个社团一定要煮这一道。真嘅哈。 9月後開學，給主廚你懂。蘋果姐姐應該係叫啊，佢做很多的事情哈，她真的也是18般武藝樣樣精通，對不對？你看佢按一路行過來，都厲害哈，你吃到佢當辛苦。其實大家學教你活動有愛心，跟來做第一種嘛，而且你窮哈，也係講緣分，因為啊，你看他一直很可愛的形象。有上是獨到，一聽就必須要有人扮黑臉、扮白臉的時候，我覺得你站出來就有那個威嚴感。真先哈，真的。我本來送口腔模擬廣播。係啊。我上都動糖法。哦，真嘅哦，幾期都一雙嘛該考。沒做出來，沒做出來啊。社團烹飪。還是其實你騙我們，他都跟着你去唱跳。其實我還蠻想看他唱跳。其實佢嗰陣彈吉他，你哋他跟着我去唱跳，誰偶爾嚇走？你怎麼這樣說？乖乖。好，來，等下再切的都切好了，因為什錦炒飯的館台哈，我們的食材都切到全部一致。等下先熱鍋。係，點油。好。來這個炒卵。好。謝謝。一定要弄簡單，做魚街社團學生，蠻唔會很麻煩啊。嘿，較簡單做。因為我這位上課時間是2點鐘。下晝2點鐘。是固定的嗎？係，到咗禮拜三下晝2點到4點。哦，2點鐘，嗰2點鐘係到咗禮拜一拜也係。社團都是當禮拜一拜。一拜，跟一拜分做動作的事，譬如講煮菜，譬如講唱跳，係嗎？還有乜？有8個社團，還有豎琴社、德國豎琴社，還有古樹社。古樹，古樹，還有烏克麗麗社團。哦，懂。還有那個。還有肚皮舞，好棒哦！都是因為我們收的都是美少女，13歲到18歲的少女，所以他們都比較喜歡偏藝文類，然後也非常感謝老師動用耐心，可以願意到英語中途學校來教英語，中途學生，對，非常感謝。冇您講，都拍誰？金鐘節目啊。有愛有教育，對，我們這個節目要包含愛，要有教育性。好，咱你怎麼炒太熟哈？咱你敢唔敢做料起來？嘅撒下來，油，唔是，係你不用解嘅。對，鹹豬肉，豬肉，到香蔥，少點油咧，係，用啲油去炒。要唔是油嗬？係，一煸煸是油就出來。煸煸出於油嘅哈，還有鹽炒。攞點香味的，還有香腸的味道，口感都豐富誒。差唔多咧，好，不用香菇。你要三個香菇，哈，香菇不用下去，一定要俾煸炒一下哈。到高麗菜。
可以炒要出水哈，不是讲哎炒，哎按你还要加水嘛？唔是，不是啦哈。炒盘唔是加水。哎，向梅下有啦。因为鹹豬肉沒有鹹誒，是誰唔是不用按到鹽啊調味一點點調油膏做得咧。哦，調油膏哈。倒去小下醬。哦，那個咪甘甜甘甜。好，倒嚟來表。再來不用嘅花瓜、薑花哈。暗光。湯呢調些。這時間麻油誒。首先挑起來。哦，係生活嘅放咧哦，還有弄前日的冷飯不用下去。飲料。哇，看炒飯真的也很療癒哈。主廚眼問哦，你家唱人呢嘅人呢令狗姐姐啊，你剃到帶來嘅魚腥草，它適合炒飯嗎？魚腥草。因為你還唔好帶回頭啊，對，它比較適合其實煮湯啊或涼飯。燉東西也可以放一點。因為煎了嘛，東西哦，煎了。好的。唔愛炒哦。好，擺做嚟試看。好，來差唔多咧。農家一開始哈，炒一亂不用下去。哎，你不用那些鹹豬肉啊哈，你鹹豬肉本身就有鹹味啊，還有鹽蟲咩嘿。就說講，你喺香港食下鹹咩鹽豬，什麼不用愛糖，好。好，不用調油，調油膏。OK，醬點。因為調油膏它偏甜，可以中和一下我們比較鹹的鹹豬肉。用調油醬調鹹。嘿，調鹹。好，差不多嘞。差不多的哈。我之前再把這個蔥啊，夾下去。當到成年唔是蔥。嘿。伊成年有感冒啊嘛，是本佢是點蔥湯。蔥湯哦。叫點你。好嘞，咱不囉嗦，什錦家常炒飯那也算。千絲完成哈，我們要這個整理一下，好嗎？好了。還講上的是胡椒誒，那點上去哈。好。哇，真的是雜不囉嗦，什錦家常炒飯哈。用它調料哈，因為主廚有你的氣氛，留點偷料理弄。太家講，而搶太家什麼個？雜不囉嗦，什錦家常炒飯。不囉嗦。还有蔬菜吃了好多东西哦，也是杂不啰嗦百宝箱吧？你讲厉害嘛？好好吃哦，都好吃。你个镜头，哎，杂不啰嗦，赶快吃油，真的有。虽然讲係什錦炒飯，那就是媽媽的咽喉時期本人黏黏的愛，我覺得有溫度，知道嗎？咱們都說沙沙蟹。哦，沙沙蟹。好。按我眼要食落。哇，東西哦。還有蔬菜吃了好多東西哦，也是雜不囉嗦百寶箱吧？你講厲害嘛？好好吃哦，都好吃。你個鏡頭，哎，雜不囉嗦，趕快吃油，真的有。
虽然讲係什锦炒飯，那就是媽媽啲任何時期本人黏黏的愛，我覺得有溫度，有溫度，知道嗎？你講係講你幾歲啊？做一道菜俾媽媽食，你有想要做乜嘅？ 9點2。用蠻講。这道菜呢，其实在我成長的過程幫助我許多，因為我從小很容易熱到，嘿，所以呢，只要到了熱天的時節哦，媽媽都從小會煮兩道菜幫我食，嘿，所以有機會我想要煮兩道菜幫佢食。俾媽媽食，係講唔係有一隻機會，創一條歌俾媽媽彈。啊，希望，你知道嗎？希望有機會。係啊，冇，你出有機會啊！你喺創一條歌，你用技術好，你喺上到馬家歌做就唱俾媽媽彈。我記得你比賽時就有唱。不要哭，加油！我講我想從樓上過誒。好，走得。因為我知道你記歌詞從下從細彈起。唱到台，覺得祈禱動有意思啊！係啲嘅，就像煮嘅菜一樣，有回憶。來，客家文化愛發揚希望將年啊，都出從啊。林老師請講聽。林老師，我知道啦。其實創山歌佬做料理強用，有故事有心。該種嘅分數唔係一般人做得來評論嘅，該係佢黏黏嘅回憶，黏黏嘅用心，韓國佢切家嘅人生故事。真嘅，我希望我媽媽一定有糖豆，佢絕對有糖豆，相信啊！因為我知道，我剛剛好像感覺到，他就在一個很廣大的廣場，然後底下有一位很忠實的聽眾在聽着你唱歌，該說你媽媽那種感覺，就是心中你一直有一個很宏遠的願望的感覺，就希望你做一菜啊！你看說起來，我們都會想到他媽媽什麼他家嘅小甜甜哦，蘋果令狗姐姐，什麼他家嘅翻譯成主廚，還有 Peter Pan， 什麼亮茶咯，還有我們的韓國的全智賢。各位鄉親啊，有陣時你想講，我想要變做馬莎，變做那一隻有名的人，你想一下哦，你唔是變做配啥，你變做你自家係全世界出你自家，你可能係你媽媽最錫嘅妹嘅，咩係你爸爸最驕傲嘅來嘅，好，想要變馬莎冇關係，愛先試看，當你用咗時間，穩做嘅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上來了，金城武，龍永公再見。我也是你位老師。老扮演來老扮演，因為你當歡喜來到家家有好食嘅節目，介紹我嘅兩道料理。這兩道料理呢，也是我非常喜歡阿妹做嘅菜，希望呢大家會喜歡我的料理。那也非常感謝客家電視台幫我兩隻機會，非常感謝。